另外，咱要继续来关心的是教育部体育署公布111年6都食大考的统计，台南市是排第1名，因的比例是43.2%，等于讲每10个人当中都有4个人是上过重的。小滚滚的饭，佮加上香香讲的肉臊，敢若看都互人真想要食。更免讲边仔，佮有其他的小菜做陪伴。这美食小吃很多哈，那到处都很平价，那大家都吃得很开心。透早以来台南是美食小吃就是爱食汤，爱食迄个汤啦。毋拿肉臊，佮有碗粿，佮加上鸡汤，同款是热量爆表，就连饮料都会当随时来补充。如果是常喝饮料，当然是没那么健康啦，对。但还是会就是希望就是可能喝无糖，或是就是1分糖，就是减糖这样子。台南是真的有比较偏甜一点，但是因为那是符合我们在地人的口味这样子。我身为台南人，我不能认同。对。虽然像我一样有点胖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胖得很健康这样子。台南好食的物件是真有名，但是教育部体育署公布111年6都花胖的排行榜，台南市是连续来摕冠军，比例是43.2%，等于是10个人当中都有4个人是过重，就连台南市长吴伟霆嘛是其中之一。担任市长以来，这几年来也胖了蛮多的，那所以说我还是呼吁市长带头一起来减肥。透过学校、家庭共同的支持跟教导，使学生从小建构国民的健康素养。台南市卫生局是强调，将对18岁到64岁一场上班的市民，嘛推动一场的健康计划。另外，长者方面，嘛成立长者健康促进站，引发健身俱乐部来建设健康，并且透过平均的饮食课程来建立健康的观念。记者吴正훈台南报道。